今天讲布金寺，今天这一集啊，这一期啊，又是唐僧要过美女关姻缘啊这一关，猪八戒要会一会他的老情人了，取经马上成功了，对不对？猪八戒以后也要成为佛门中人，对不对？净坛使者也要一个功骨，所以要跟过去那些红尘呢要做个了断，知道吧？猪八戒心中一直放不下的，念念不忘的嫦娥，安排取经结束之前见一面的，这就是布金寺啊。布金寺就是讲这个啊，就是唐僧师徒几个人啊，走着啊，这个孙悟空跟唐僧就开始上课啊。唐僧又说啊，前面高山高路阻啊，危险。孙悟空又说你啊，这个心经啊又忘了。那个唐僧就说了，我怎么可能忘呢？啊，心经我倒着背的可以。然后孙悟空就说啊，你是会背，但是你不理解，你不会解心经啊，把唐僧气坏了，你知道吧？孙悟空就这么说他师傅，你知道吧？他老说唐僧不懂啊，唐僧就抬杠，唐僧说我懂啊。这个唐僧就说了，问孙悟空，那你懂，你解一个，你跟我说说空是什么意思？孙悟空不说话了。这个猪八戒啊跟这个唐僧两人就笑，知道吧？就在笑话孙悟空，说啊，人家是金蝉子转世啊，天天听佛祖讲经，人家不懂，你一个耍棍子的、耍猴的啊、耍棒子的，居然说自己懂，你懂你解释一个给我听听。这个是沙僧也说说二师兄啊，你还不知道大师兄就是哄这个师傅是吧？逗师傅玩呢，好让师傅啊赶路啊，要不然师傅没劲赶路，逗师傅玩就是逗哏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唐僧啊就很严肃的批评这个猪八戒和沙僧，真的说啊，你们俩不懂，说孙悟空啊，悟空才是真的懂，说悟空不解就是解，他不说了就一切尽在不言中啊，他不解就是解，就是说每一集前面啊都有孙悟空要教育这个唐僧，而且都是心经。好，他们就往前走啊，看到一个寺庙，一看那个寺庙上写着啊，叫布金寺，这个唐僧就说了，布金寺那是不是什么奇树什么给几孤独园？讲一个典故啊，布金寺嘛，它来历啊，那个地方就是佛祖在那讲法，一个叫孤独长老啊，好像是这样子吧，他呀准备买一个大的园子，让请佛祖去讲法，那个园子好像是跟一个王子买的，那王子不卖，说你呀，除非把这个寺庙啊铺上金砖，我就卖给你。结果什么孤独长老果然啊就把金砖给他铺上了，人家把园子卖给他，完了之后就请这个佛祖去在那讲经讲法，好像就这么一个典故啊，说叫布金寺。那唐僧就说了，那就已经到了舍卫国，舍卫国在离灵山就很近了。舍卫国，佛祖当时得到讲经的一个地方叫奇树及孤独园。好，他们就进去了，进去跟那个和尚就出来啊，问那唐僧哪来的，唐僧就介绍东土大唐。他介绍完之后啊，唐僧在进这个寺庙之前啊，看见那个寺庙里面到处坐着一些人呢，翻着担子啊，挑着担子或者推着车的，一看是过路的人，在寺庙里面歇脚。这个唐僧就问他们说，为什么这些人坐了这么多人呢？那个寺庙的方丈就说了啊，说前面是叫什么百足山啊，经常有蜈蚣精出来害人，虽然不要命，但是也挺吓人啊，经常伤人。说再往前有个叫什么鸡鸣山、鸡鸣关公鸡打鸣啊，鸡鸣关。说等到天亮，第二天天亮，公鸡打鸣的时候，这些人再过去就不会被那个蜈蚣攻击，所以他们在这等着天亮。那唐僧一听，那我们也不能过去啊，那我们也在这待一晚上啊，所以他们师徒几个人在这待一晚上。结果到了晚上啊，这个长老跟唐僧俩就聊天啊，就在那吹牛啊。结果这个唐僧耳朵尖，他就听见隐隐约约一个女的在哭。哎，他们就唐僧就跟长老俩到那遗址上啊，奇树啊，几孤独园的那个遗址，实际上就是原来就也是个寺庙啊，可能寺庙时间长了倒了，一个遗址，他们就在那看。完了这个唐僧就听见有人哭嘛，他就问那个长老，这是怎么还有个女的在哭呢？长老就跟他说了，说3年前啊，这一阵风突然天降一个女子在这儿，他认为，据这个女子自己说她是那个舍卫国的国王的公主，但是他不清楚啊，那他又担心这个女的被寺庙里那些和尚给玷污了啊，或者给什么了，所以说他就把这个女的关在一个小的房子里面啊，把那窗户什么的封上，就留了个小洞口，把门给锁上，留个小洞口呢，就给那女的每天给她送吃的，通过那个小洞。那个女的呢，她也懂，为了自保啊，她就每天里来尿里去了，就把自己搞得好邋遢，就保命啊。她装疯卖傻，就是个疯子。寺庙方丈跟他寺庙的和尚说，他晚上逮了个妖精，把他镇在这个里面，不能动，大家都不能去靠近，只能给他送吃的啊，就相当于把这个女的保护起来了啊。长老就跟那个唐僧说，你说我啊也没办法验证他到底是不是舍卫国国王的公主，离得也远。他说你啊路过的时候，你们正好法律，你们有法律啊，你们也去通关保文牒什么的，你们有这个资源，有这个路子，你给我打听一下，是不是舍卫国国王公主丢了？要丢了，你赶紧通知人家来
啊来认亲。唐僧就知道了，唐僧就把第二天跟孙悟空一说啊，孙悟空一看这个就来劲了，好有事啊，这又是一难呢，又有个 KPI 要完成了，对吧？又是 KPI， 对不对？好，第二天他们就过了那个鸡鸣关，进了舍卫国，进城了。进城之后啊，他就到那驿站嘛，在驿站里就住啊。那个唐僧就问那些驿臣说，我要换通关文牒，还是东土大唐而来，要7天取经，一大堆介绍一遍吧，反正到哪儿得自我介绍一番。这个驿臣说了，说今天正好巧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说我们国王应该在，你就去吧。那唐僧就问什么好日子？他说今天是这个什么什么日子，反正国王的公主啊要招亲，要抛绣球啊，绣球砸到谁啊，谁就跟那个就成为国王的女婿啊，驸马。今天的国王恐怕还在恐怕还没有这个退朝。那唐僧就说，那跟孙悟空说，那赶紧对吧？唐僧就去换的通关文牒，因为孙悟空跟唐僧说过啊，这个公主啊也很有可能是妖精，有妖精在这作怪，这就意味着唐僧要去那个国王那儿换通关文牒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危险。所以说唐僧就把孙悟空带着，让猪八戒和沙僧2个人在客栈里等着，让孙悟空陪着他去换通关文牒。结果孙悟空这个人比较阴坏，知道吧？他就非要让唐僧啊，本来直接去上朝去换通关文牒就完了，他非要绕到抛绣球那地方去凑热闹。路过呢，结果啊，那个公主啊确实是妖精编的啊，他算到了唐僧就要这个时候来换通关文牒，他也算到了这个唐僧应该就路过，他就要跟唐僧成亲，要吸这个，他不是要吃唐僧啊，他是要跟唐僧结婚，要唐僧元阳，那不是元阳未泄吗？这不是时事什么金蝉子转世一大堆的啊。总之这个妖精就要跟唐僧结婚，不是要吃他啊，吸他的元阳。所以好，这孙悟空呢就故意让唐僧路过的球，结果果然啊，人家在上面抛绣球，唐僧路过的时候啊，结果巧了，那绣球就砸中唐僧的脑袋，完了之后还掉到袖子里面去了，就想赖都赖不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绣球啊砸到唐僧脑袋之后，完了掉到衣袖里面，就相当于掉到口袋里去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你说他能赖得了吗？唐僧一看气坏了，骂孙悟空这个泼猴啊，猢狲，对吧？你又耍我，说了不要从这过，你非要从这过，你看看咋弄？人家现在上面不管啊，上面那些仆人呢就下来赶紧把那个唐僧一把搀住了，这选中了乘龙快婿啊，这是驸马。孙悟空就说了，你就去吧。那唐僧说了，那我靠，那是我要跟人结婚呢，那怎么取经呢？孙悟空是2种嘛，一个如果他是妖怪，我们就把他打死，咱们就没有成精这一说，咱们就去取经。那唐僧说不是妖怪呢，孙悟空说不是妖怪，那你就结婚呗，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取经回来一样。唐僧气坏了，你知道吗？骂这个孙悟空，孙悟空是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的。到时候如果他不是妖怪，要跟你结婚，我们就大闹这个皇宫，不就完了吗？把你接走。好，这个孙悟空还劝唐僧啊，说你不要看不上这抛绣球，我听说啊，对吧？你自己也说过，你妈跟你爸不就是抛绣球的吗？大家知道吧？唐僧他爸叫什么名？叫陈什么？他爸叫陈什么，对吧？跟他妈，对吧？他妈是姓田吧，也是个宰相的女儿，对不对？他爸考上状元，状元之后不是游街吗？骑着高头大马游街，结果游到那个宰相家，那宰相家人家女儿正好是抛绣球选婿，你说就这么巧，这不是诚心嘛，对不对？正好一下就砸到他爸脑袋，所以成就了这个姻缘。完了之后才有唐僧嘛，是吧？跟唐僧说，你看这都是缘分呐，那你被人砸中了，不也是缘分吗？是吧？后来唐僧没办法，就被逮到皇宫去了，逮到皇宫。那国王啊，就听到报告说砸中了一个和尚，选中了和尚就不太开心，不是皇帝就不太开心，就选个和尚，那怎么结婚呢？后来一看到唐僧长得挺帅，你知道吧？挺英俊。唐僧那时40多岁了啊，50岁、40多岁啊，唐长老，那也是那是帅大叔，你知道吧？很有型，你知道吧？国王一看可以，就跟他扯上了啊，扯上唐僧呢，就按照孙悟空说的，如果要他结婚，他就把孙悟空他们几个人叫来，说要交代后事。我去不了京了，我跟这几个徒弟说一下，安排一下。所以国王就要唐僧跟他就看中了，选中了，这也可以。虽然是个和尚，那续发嘛，对不对？还俗，这样可以当那个驸马。唐僧没办法，就跟他说啊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4个人，我还3个徒弟在那。对，如果说我这在这儿当驸马的话，我把我3个徒弟叫来，要交代一下。这国王一听靠谱，对吧？赶紧把徒弟叫来吧。结果呢，这3人在驿站啊，使者啊就叫这3个人，结果一看吓坏了，这不是3个妖怪吗？一个长得比一个丑，吓得说话都说不利索啊！使者唐僧还嘲笑他说：“你这个也没打你，对吧？也没吓唬你，你干嘛紧张成这样呢？不要紧张嘛。”结果孙悟空说：“不，人家不是紧张，是怕你那个嘴，你知道吧？那么长啊！”好，这3个人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就孙悟空那火眼金睛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先看见那个国王啊，有点晦气，说有妖气，但是妖气不重，也就是被妖，相当于被妖这个是吧干扰，有妖气，但是妖不重。看见唐僧站在那国王边上，孙悟空就不干了。孙悟空就说那国王说：“你呀，这个
个不懂待客之道啊，什么女婿就是半个儿，一大堆说一大堆道理，这么好的一个女婿，你居然都不让他坐一下，站了，那个皇帝气坏了，皇帝本来想走了，但是一看这走也失礼啊，那就让人搬个凳子给唐僧坐，就是让国王开始让他们自我介绍啊，简历对吧？你们3人都是干啥的？哪来的？干啥去？把这个工作经历啊，对吧？履历介绍一下。好，从孙悟空开始就吹啊，我是来自什么啊？东胜神州、傲来国、花果山、水帘洞，反正吹了好多啊。最后到大闹天宫结束，完了就现在奉什么佛祖之命啊，什么，把那皇帝唬得一愣一愣的，你知道吗？皇帝一看这什么来头啊？大闹天宫还完了，再问猪八戒，轮到猪八戒介绍，猪八戒又来了，他是自幼练什么道家啊，成仙，蒙玉帝垂爱，成了这个天蓬元帅。后来在蟠桃会上啊，醉酒调戏嫦娥，被贬下凡，现在也是取经。皇帝一听，这人也不简单。后来说那沙僧也介绍一下啊，自己也是得到一个道家谁指点。沙僧还有父母呢，完了沙僧还结婚了，我靠，那介绍沙僧还结婚了，还有老婆，好像还有孩子吧，很奇怪啊，就说好像是结婚了啊。然后说这个沙僧后来也上天了，当了这个卷帘大将，也是蟠桃会上啊，把那个盏打碎了，玉帝就是降罪，把他贬到流沙河，现在也是取经。哇，这皇帝一听我这仨徒弟一个比一个厉害，是吧？吓坏了，没办法，那就赐宴嘛，是吧？让人找日子，说这个啊哪天结婚合适，挑个良辰吉日啊。结果啊马上算出来了啊，当天好像是12号吧，然后说15号结婚嘛，16号，反正还得在那待3天才能结婚，正好给唐僧的婚房啊，结婚的刚需房给他装修一下啊，工部负责装修，3天完工，把唐僧和师徒4个人安排在招待所是吧？国宾馆啊，这猪八戒在里面一顿吃啊。在这一顿吃完了之后，连吃3天啊，每天都跟那个皇帝要设宴啊。本来这个皇帝不想让那个3个徒弟参加，看着怕，就想跟唐僧在一块就完了，搞一桌。但是那个孙悟空他们不干，说我跟师傅马上就离开了，分开了就要去西天取经，让我们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啊。好，大概到了第3天吧，房子也装修好了，明天就结婚了，大婚。这时候啊，有人就跟这国王说，这个公主叫他啊，有事要向他禀报。好，国王他就到后宫去了啊。那公主就跟国王说他选的这个唐僧好，但是听说那3个徒弟丑，我怕吓着我啊，怕吓着我。那皇帝一听，对，你们3个是丑啊，难看，我自有办法。好，这国王回去之后就跟那个唐僧说啊，你让那3个徒弟赶紧把文牒都那个通关文牒拿过来，我给他盖章，盖完章让他赶紧走人，赶紧取经，别耽误了啊。好，这个把那孙悟空啊、猪八戒、沙僧叫来，跟他一说。孙悟空就让沙僧赶紧把这个通关文牒拿过去让盖章，而且国王还准备了20两银子吧，反正准备了钱，猪八戒立马就拿了。这个时候唐僧就不干了，唐僧着急啊，啪站起来拉着孙悟空，不能丢下我。孙悟空说这个对吧？那你结婚呗，我们先去。唐僧说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，把我扔在这儿怎么弄呢？这真要结婚呢。好，孙悟空他徒弟3个人就出去了啊，回到驿站，在驿站吃一顿，完了之后心里就出城。这时候孙悟空啊，他就变成一个苍蝇，还什么飞回来了，飞到唐僧的帽子上叫师傅。唐僧一听孙悟空回来了，别人听不见啊，那个唐僧孙悟空就说你放心，你就结婚就完了啊。就这个时候公主出来了，这不叫结婚成亲吗？孙悟空一看就知道是妖怪了啊，一看就是妖怪。孙悟空就跟那个唐僧说这就是妖啊，我准备揍他。结果孙悟空那个唐僧就说你等会儿对吧，你别把国王吓着了啊。唐僧也有目的啊，让孙悟空等一会儿，是不是等他成完亲再打？反正是他说让孙悟空等，但是孙悟空不能等啊，等不及，立马现出原形，拿棍子啊一把揪住那个公主，是吧？你还不老实现原形，对吧？他一看那公主那个妖气也不是特狠，看那个妖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妖呢，就是吃人无数的那种，有妖气，但是不是很重，所以孙悟空就说你现出原形。结果那妖一看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看孙悟空就飞了，你知道吧？衣服头饰都没了，都掉下来了，飞了，让孙悟空就追他。这个国王吓坏了，这个大臣什么妃子啊都吓坏了。唐僧就说对吧？陛下不要担心，你的这是个假公主，是个妖，我徒弟正在追你的公主在别的地方。那些妃子把那个衣服头饰拿出来看的时候，发现这确实是公主的啊，是原来公主的。这时候孙悟空就追他，这时候他这个兔子你知道吧？兔子精跑到天上去了，跑到南天门，结果孙悟空在后面追，说让他拦住，让那些什么天神呢给他拦住，给那天神就拦了，一拦兔子往回跑，然后跟孙悟空打，两人打啊，那兔子很厉害啊，手上拿一个武器，那个武器一头大一头小，实际上是捣药的那种啊，药罐里面捣药的捣蒜的那个。孙悟空就问他你这什么武器啊？那个妖怪不说出来吓死你，打着打着这个天要黑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结果那个妖怪边打边跑啊，跑到一个山那儿，一转眼不见了，孙悟空找不到。但是孙悟空找不到，让孙悟空这回学精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以前不是老是找妖怪
怪的时候，妖怪一变没了，完了之后把他师傅给救跑了。那个老鼠精不就老这么干吗？最后扔下一只红绣鞋，是吧？跑去把唐僧给射走了。所以这回孙悟空妖怪找不到他，立马回去啊，先看看师傅在不在。所以一下回去之后，发现师傅还在。这个唐僧孙悟空就说了，说这个啊，让国王，他就跟国王说你那个公主是谁？是个妖怪啊！我现在正去逮，虽然没逮住，但是这个我一会儿还去逮你呀，让我这个师弟啊，沙僧和猪八戒两人过来护我师傅。就这个妖怪的目标是我师傅，不是你们，让他来保护我师傅。完了，我再安心去逮这个妖啊。这个国王那就下令让猪八戒和沙僧赶紧过来保护这个唐僧啊。孙悟空又去了啊，这时候跑到山那儿，一顿棍子一顿敲，山神出来了。山神一出来，孙悟空就问他这儿有什么妖？山神说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妖，没听说，几百年了，这个地方非常的国泰民安，没有妖，没有妖邪。孙悟空说不可能，跟他把这个唐僧啊，把这个公主这个事情来龙去脉一说，那个山神一听，怎么会有妖呢？说到那有个洞啊，就带他去了那个洞。结果孙悟空一去之后，一倒，那个兔子精又出来了，跟孙悟空打啊。那个兔子精又骂那个山神，说你怎么把是你呀？怎么你走着瞧，你等着吧，是你把这个猴子把他叫来的啊？你把他往这儿领干啥？兔子精跟孙悟空来就打，接着打啊。结果这个兔子精就骂孙悟空啊，骂你这个弼马温。孙悟空就气坏了，本来孙悟空打的还有气无力的，一听这个兔子精骂他是弼马温，也一下就戳中了这个孙悟空的软肋啊，孙悟空就破防了，抡着棍子就更狠了。也孙悟空最痛恨别人说他这个是弼马温，这是他职业史上这个滑铁卢啊不堪的一幕啊，伤疤，不喜欢别人接，一说弼马温他就这个时候啊，正是孙悟空这样下死手的时候，这时候突然天空中飘来几个字，对不对？大圣手下留情啊！结果孙悟空一看，这是什么太阴金星来了啊！太阴星君，这广寒宫的主人呢，带着嫦娥两人来了，几个人呢？说别打了，手下留情。这个孽畜啊，是广寒宫捣药的那个兔子，几年前啊，把捣药的兔偷了，咬断链子，私自下凡。我这一算呢，他要出事，赶紧来了。结果你看，幸好撞在你手上，留他一条命。孙悟空说留他命，他要吃我师傅，他化妆成变成别人的公主，把别人公主整哪儿去了？那太阴金睛就说了啊，是吧？这个吃你师傅不对，这个是要惩罚啊。但是啊，他变成公主是有一段姻缘，他有叫缘分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当年啊，现在的国王那个真正的公主啊，是广寒宫的一个素娥，也大概就是一个啊，类似于这个也是一个丫鬟或者之类的啊。当年他把这个玉兔踢了一脚，或者打了他一巴掌，玉兔怀恨在心。这个素娥啊，他后来他也贪恋人间，他就投胎到这个舍卫国国王女儿，投胎这儿来了。所以这个玉兔下凡之后就追到这儿要报仇，所以这是他们俩之间的恩怨啊。孙悟空一听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师傅也没吃，对吧？完了这样他也有前因后果的。孙悟空就卖了个面子，说那就算了嘛。完了但是孙悟空有个要求，说你呀带着玉兔，带着你们去舍卫国，你得跟国王当面说清楚，否则的话他们不知道。好。太阴星君啊，带着嫦娥，带着玉兔到那舍卫国，在天上啊。这时候唐僧啊、猪八戒啊、国王啊、那些大臣、老百姓都在那儿焚香，在那儿磕头。这个太阴孙悟空就在那喊说怎么回事？结果这是猪八戒一看见老情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立马不顾体面，直接飞上去啊！原著就这么写的啊，直接飞到云端，一把抱住嫦娥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被孙悟空给他拉开了。孙悟空让我不顾吃相啊！猪八戒说：“我就是耍一耍啊，最后的拥抱嘛，马上就要去成佛了，对不对？这玩意是不是？所以说啊。”太阴星君啊，带着嫦娥，带着玉兔走了。孙悟空啊，跟猪八戒就回来。这个国王就说：“那我女儿呢？公主呢？”好，孙悟空一说啊，公主在哪儿？说你去接吧。所以国王就带着一大堆人去那寺里面啊，都金寺把他女儿公主接回去了。就这么个事啊。这集没啥，说来说去，我看恐怕还是考验一下唐僧和猪八戒，因为从刚开始啊，第几回啊，四圣试禅心，出两个人没过关，所以组织上啊就一直不放心，不停的考核，路上不停的安排这种剧情啊。这种考题考是吧？不停的就考，组织上一看，你这思想不过关啊，要反复考，这玩意儿就得一次过就没事，第一次没过，后面你得关关都要过。所以我觉得恐怕啊，马上取经要成功了，组织上在最后再考核一下，写个总结，看看他们到底对吧，烦心啊有没有了啊？这个还有一个文字在这儿，对他第一次没过，后面补考一次还不行，4次的补考，但是这次他又通过了啊。这个唐僧是经受住考验，猪八戒是做了个了断的，这蚊子接近死亡已经很近了，你知道吧？这疯狂的试探底线，知道吧？看第一别，先别心上人，没毛病，这意思是吧？马上到灵山了，再做个了断了。北京下雪，对，悟空来了，主要是
这蚊子现在飞行的轨迹变化多端，你知道吧？忽高忽低，忽左忽右的，你知道吧？落叶飘，你知道吧？谢谢小雨子，谢谢。吓着了，这都是私自投胎嘛？小仙投胎不需要审批，应该要走程序啊，但是他不走，也是私自投胎嘛。打了几人不对，这蚊子果然狡猾，你知道吧？这是在这儿已经修炼了很长时间的，它会变轨，你知道吧？它会变轨啊，对，没法锁定它。然后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我有个感觉啊，我感觉它蟠桃会像极了这个 KTV， 是不是啊？蟠桃会上出事最多，对不对？孙悟空在蟠桃会上出事，猪八戒也是喝多了出事。蟠桃会上，猪八戒自己说的啊，那个沙僧也是的，蟠桃会上打碎了琉璃盏，就感觉这个蟠桃会是不是就像 KTV 啊，对不对？这经常喝多了就闹事啊，一帮神仙没事干。这沙僧啊是卷帘大将啊，他是玉帝的相当于贴身侍卫啊，卫队长对吧？贴身侍卫，为什么就是他打碎琉璃盏，玉帝那么生气呢？对吧？其实琉璃盏不贵，知道吧？那玩意儿皇家御制或者皇家监制、皇家造办，那玩意儿一造的一大批的，对不对？打碎就打碎了，一个贴身侍卫，一个卫队长打碎一个琉璃盏，不至于把它搞得扁到流沙河，隔20分钟就穿刺一次，隔20分钟就飞剑穿心，是吧？我觉得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因为这个天蓬这卷帘大将啊，他是玉帝的心腹，对吧？他跟玉帝关系非同寻可，对吧？玉帝是最相信的。但是有的人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领导一旦最信任的时候，也是你最危险的，是吧？因为他把所有的信任都寄托在你身上，那你是一点瑕疵都不能有。你要一旦有一点瑕疵，他就怀疑你是不是要干啥，因为你是他最信任就是你啊，伴君如伴虎嘛，是吧？所以说你在蟠桃会上，你把那琉璃盏打碎啊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叫摔杯为号，你知道吧？你说这是不是要模反呢？你摔杯子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像救济人要办他？所以这种失误是不允许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杯子不值钱，但是你摔杯子这个把玉帝吓着了，他以为你要造反，你这不是摔杯为号吗？是不是旁边埋伏着刀斧手什么的，是吧？把他们一锅端。所以玉帝这种错误不能犯，必须把他打一下这个扁到流沙河，完了还20分钟穿一次。关系越亲密的一击必杀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关系越亲密的，到时候他报复起来，惩罚的就是越激烈。那都是亲密战友，不完了不最后不也是啊？都飞机都失事了嘛，是吧？不是你记住啊，他既然最相信那个卷帘大将贴身的这个保镖嘛，最相信他，那他就一点错误都不能犯。他要一旦犯错误，玉帝啊脆弱的神经那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他就高度怀疑你这家伙是不是在这跟谁串通啊？摔杯为号是吧？贬下。你看猪八戒犯的错误多大，对吧？生活作风有问题，那也就把他贬到这当个猪嘛，就完了。孙悟空的犯的错误多大？孙悟空那错误更大，结果也只是啊，被山压了500年。那你说沙僧那就更对吧？沙僧就把他关键20分钟穿他一次，这个想不通，对不对？20分钟就得拿剑刺他一次，那就只能说明这个沙僧跟玉帝关系非同一般，特别亲密啊。完了之后，结果沙僧这次摔杯让这个玉帝误解了，玉帝认为这个沙僧不是想摔杯为号。啊，你想肯定是这样的，要不然琉璃盏打碎了算啥，对吧？这个叫鸿门宴上不也是摔杯吗？对不对？这一出谁都会，对不对？到哪儿都是摔杯，反正所以说以后记住了，杯子不能乱摔，你知道吧？尤其是当着领导不能摔杯子，摔杯子你就完蛋了。